伊的手放安尼，捌看过无？土拨鼠吼，捌看过吼，敢若足有礼貌，伫共行礼的感觉。所以美秀这边的答案是礼气。哦，礼气是。啊，像我这边的讲法哦，是欢气。啥那是欢？譬如讲，外国来的欢仔会。啊，欢仔会。外国来的欢姜啊。欢哦，外国来。对，啊，因为这不是咱台湾种的，所以叫做欢气。欢气，我有听过欢气，啊，不过礼气我唔捌听过。哦，你欢气你听过？我听过欢气。哦，欢气。是，礼气我唔捌听过这个。唔捌听过礼气。我听过是碰气啊，碰气是松鼠哦。啊，这是土拨鼠。哦。外国来的吼，我当时咧就是直接用翻的嘛。对啊。土拨，啊的环头。环头气。环头啊，环气。差不多哦。啊，外国来环。关气吼，伊关气些拢秘伫迄个土内面哦，咱台湾是无这种物件。啊，伊若到春天的时会走出来。啊，所以美国人吼，因有一个传说，就是讲，这种鸟气啊走出来吼，伊若看到伊家己影的时吼，就是春天来啊啦。哦。啊，但是咱以前无这物件，所以即马咱看到讲有这个物件，咱就该照讲以前咱甲外国的物件叫做还什么，咱嘛该叫做还气。